妹平安，平安。哇！伫礼拜早时会当看到大家，伫圣殿看到大家哦，咱是何等有福气的哦！咱刚好，咱请起你，咱要来学乐咱的主，因为咱的主的主爱比咱性命更较好啊！哈，咱来学乐，用咱的嘴，用咱的性命，用咱的双手哦，预备哦，来。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用主的生命来摇起双手，用主的生命来摇起双手，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用主生命来摇起双手。兄弟姊妹，咱会当举起双手，是何等的水，何等的好，对无？阿妹吗？阿门。大家拢知影啊，阮兜有一个阿贤，伊的正手已经袂当举起来，超过1年半。所以咱会当举起手来学乐主是真水、真好的代志。一礼拜去看医生，医生讲举起你的右手来，阿贤，哇，感谢主哦！所以兄弟姊妹。咱安尼的阿贤拢会当来学乐主，咱会当安尼，咱哪有无举起来，对无？所以兄弟姊妹，咱等一下举起双手哦，哈！来，搁一遍。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们用嘴唇。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们奉主的名，奉主的生命，摇起双手，来摇起双手，奉主的生命。来摇起双手，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奉主生命来摇起双手。来，搁顶头一遍哦。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奉主的名，奉主的生命来摇起双手，奉主的生命来摇起双手。我要用，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奉主生命来摇起双手。掌声来荣耀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咱要来读上帝话，咱三个来读，请。我的嘴唇要赞你，因为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要一世人称赞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兄弟姊妹，举手是偌尔重要。咱咧祝福人，上尾的牧师才会使举手哦。是安怎举手呢？就是甲天顶的祝福，照着咱
奉主的名祝福给身边的人。所以咱会当举手是真重要。咱用举手嘛是一个代表什么？主啊，我降服在你的面前。人甲人中间举手就是投降，对无？但是伫个主的面前讲，主啊，我要投降，我要匍匐。我若身体无爽快，我嘛是要尽力。咱的还是安尼哦。兄弟姊妹，咱会当安尼，咱当然嘛爱举手来学了咱的主，咱会当用嘴，咱当然嘛用咱的嘴来学了主，啊无咱还有啥物会当互主的？无啊，吼！所以咱来学了咱的主，好不好？哈，伊有心术，互咱有好的气力来到遮，吼，还是伫个线上的阿贤嘛，即摆来线上哦，喙唱声，咱来学了咱的主啊，咱嘛悔改，因为咱有真济的时阵得罪上帝，咱家己毋知影，恳求上帝光照咱哦，哈，来。兄弟姊妹，来，咱来学了咱的主，学了伊是信息，伊要赦免咱一切的罪。好，来，1、2、3，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学了你，因为主啊，你是创造阮，主啊，你互阮是一切拢美好的主，总是人犯罪。主啊，你知人就是自私自利，主家己感觉家己是对的，自以为是。主啊，结果我们什么都不是。主啊，阮恳求你，主啊，你光照阮，互阮知影会当停止阮的歹。主啊，停止阮迄个心思意念是无甲主，因为主阮会当转到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赦免，因为是信实的主，你讲要赦免阮的罪，除去阮一切不义。主阮感谢阿罗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主啊，你赏赐阮今仔性命开始，主啊，你赏赐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阮会当到教会来敬拜阿罗你，也是阮伫线上，阮会当奉主你的名，主啊，阮要将阮家己投降匍匐在你的面前，主阮举起阮的双手，讲主啊，愿你来，愿你旨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愿意顺服。阮知阮有无顺服的时阵，就是阮家己自私自利、自以为是。主啊，恳求你赦免，互阮停止阮的歹，阮会当活转心来悔改，搁一遍。互阮有重生的机会，因为主你是这位听阮恩主，搁互人一遍机会的主。主阮感谢阿乐，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哇，咱的主啊，互咱重生搁有一遍的机会，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来用上帝的话来，凭着上帝互咱的话语，咱安尼来求哦。吼，咱有搁靠信心哦。咱的信心不是用话的啦，哈，咱的信心不是靠感觉，不是看环境。毋是这，是上帝话拢无改变。咱三甲来读，请。我的心情会满足，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我把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学了你。我落地面层纪念你，你是天马上胜利。因为你有帮助我，我要伫你的膝骨下欢喜唱歌，我对你对调调，你的正手扶持我，感谢主，哪有甲主对调调无？啊，咱的主吼，拢对着咱，只是咱拢甲主背开背，敢若咱囡仔对无？咱的爸母若牵囡仔的手，囡仔定定若看到好耍的。还是伊想要去对，就会安那背，做阿公阿嬷上知。背的时阵，就是伊要去危险的所在。咱的主要顾受咱，哈，伊的话语要互咱知，伊是咱的引带。伫即几方面，咱也有需要。咱无平安，甲主无合意的关系。就是无平安啦，吼！咱会当到主的面前来恳求上帝，不管你身心灵、婚姻、感情、产业，也是咱的工作、学业，更较重要，咱甲人的关系。既然咱甲主的关系合意了，咱甲人的关系、甲家己的关系有合意的关系，咱就是所有咱有平安。平安就是毋是无发生啥物代志哦，平安是咱甲主恢复迄合意的关系，咁好，等一咱若有需要的，拄则讲的即几项需要，你需要有咱的同工为你来祈祷，请你会当起立，也是你感觉主啊，我凭着信心到你的面前，将你的手放伫你需要的所在，主要来医治恢复，帮助你恢复原来上帝所创造你迄美好的你哦。好，咱就来哦，你需要有人为你代祷，请你起立，咱的牧者咱的长老会到你的面前，兄弟姊妹，线上的弟兄姊妹，咱凭着信心，将你的手放伫你需要主来
扶持你的所在哦。来，咱大家三个来祈祷，老师啊，请你起立。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阿罗你，主啊，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主啊，是你听人，主啊，你对人的需要，主啊，主你的医治临到，主啊，你讲我若凭着信心，主啊，我用你来求，主啊，你是这位看顾人的主，主啊，你的医治就要临到，主，我们感谢阿罗你，主你知啊，你的家里，主啊，现在伫遮的，主啊，伫线上的，主啊，阮心内所求的，主啊，你知。阮的手放伫什么所在？主，你唔是干那医治阮迄个所在尔。主啊，你要互阮全灵、全心、全意得到上好的医治恢复。因为主，你原先创造阮就是迄个美好，你要恢复阮的完成迄个原来迄个美好的家己。主，阮感谢你，你互阮有气力，互阮会当哪行哪有气力，阮会当对主你哪服侍哪有气力。哪甘甜，主阮感谢，主阮感谢你恢复阮，因为你是大权能的主，你听阮，你要爱阮一生活伫你的内面，有完全的健康，阮心灵，主，阮要为主你来活，互阮每一天得到一个你的气力，互阮过得胜的生活。阮感谢阿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为着主你来守望哦，咱三个来读上帝话，请。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求你，亲像地含无水，我的心神喙焦合无你，我的肉体힘无你到分去，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原灵甲荣光，咱即马拢伫上帝圣所哦，伫线上的朋友嘛是哦，奉主的名，咱就要来为着几项代志，头一个咱甲上帝关系，咱们为着上帝圣学院、玉山圣学院的事工经费甲同工，求主来保守、供应甲带领。今仔日即马咱的圣灵牧师、尤牧师夫妇甲李会长老，咱董事长夫妇带领咱圣灵牧区的同工，伫我堂的所在退休会来因被造就恳求主保守因定心有气力，回到厝平安，回到厝。今仔日有团导播会开会，求主来掌管。为着生日做学金，当礼拜咱有颁奖，这囡仔拢受到激励吼。所以兄弟姊妹咱嘛爱为着，虽然咱毋是学生，总是咱会当为着这学生来奉献哦。咱会记得吧？一岁是偌济，奉献偌济？一岁爱奉献偌济？20块对无吼？所以你几岁都爱奉献偌济？牧师应牧师几岁？18吼，这个是我的奉献2000啦，因为我想要活到100岁安尼会使咧吼。好，兄弟姊妹，咱要为着生日做学金来奉献哦，请咱起立。咱要为着今仔日礼拜为着刚刚拄则讲的哦，嘛为着今仔日老师伫遮的分享，互咱同领受上帝的祝福。伫遮要甲主三拄，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主啊，伫这个圣殿内面，主啊，你圣心充满伫这个所在，主啊，你要互每一位来到遮的，也是伫线上，主啊，阮奉你的名祝这个，主啊，你的信心要阮压伫阮的中间，主，你互阮定心伫你的面前，阮讲主啊，主，阮要跟对你，主啊，阮今仔日要专心全意来奉献互你，来敬拜阿罗你。主啊，你是教会的头，阮是互相是一体。主啊，伫这个中间，阮当同苦同欢喜。主啊，互阮虽然是独一独特的，总是主，阮要伫你的内面能够同心合一。斗阵来建设主你的教会，主，因为你是教会头，伫台湾这个所在，教会才是台湾永远的愿望。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伫主的圣日，你搁一遍来组织阮，不管阮伫什么所在。主啊，当阮奉你的名来组织的时阵，主，阮就知你伫阮的中间，阮愿意降服。主，阮将这个时间完全献给你，将礼拜日、主日。主啊，阮干那做一项代志，就是主你要爱阮做的，阮全心一意来做，来献给你。主啊，阮恳求你保守今仔日的讲师潘老师，为着玉山圣学院，主啊，愿者所讲的入阮的心，互阮嘛照你所讲的，阮会当活出来。主啊，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要安尼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
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这个中间要欢喜快乐。邀请兄弟姊妹，咱三角开嘴来学咯，领受对天来的恩典。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呼罗你，你是荣耀君王。天顶地下已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嘅有光，荣耀归伫你，天顶地敬拜的高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呼罗你，你是荣耀君王。天顶地下已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嘅有光，荣耀归伫你，天顶地敬拜的高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顶地下已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嘅有光，荣耀归伫你，天顶地敬拜的高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就伫这，上帝就伫这。咱拢来欢迎，好万民主吧归向你。上帝就伫这，咱拢来欢迎，宝座前敬拜永无衰。上帝就伫这。咱拢来欢迎，好万民主吧归向你。上帝就伫这，咱拢来欢迎，宝座前敬拜永无衰。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呼你，你是荣耀君王。天顶地下已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嘅有光，荣耀归伫你，天顶地敬拜的高永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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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将音乐归给听咱的阿爸父上帝，哈利路亚。请坐，兄弟姊妹，请坐。无你的人，地下有万种，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换。追求你的人，地下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崖。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有愿望，着有福气。邀请姊妹来学咯。幸无你的人，地下有万种，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换。追求你的人，地下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崖。咱做伙来唱，上帝真正好，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有愿望，就有福气。咱请兄弟来学咯。幸无你的人，地下有万种，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换。追求你的人，地下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崖。咱三个来学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有愿望，着有福气。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有愿望，着有福。咱着追求，咱着追求心内有愿望，着有福气。
滚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我的心浸在上帝的美妙，敬畏伊的人拢无欠亏。耶和华听叹困苦人的声，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伊要伫我的四围安营，辛苦伊的人拢无欠亏。我要诗强，哦罗耶和华，哦罗你的话，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口，谦卑人听见就要大欢喜。耶和华我滚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我的心浸在上帝的美妙，敬畏伊的人拢无欠亏。耶和华听叹困苦人的声，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伊要伫我的四围安营，辛苦伊的人拢无欠亏。我要诗强，哦罗耶和华，哦罗伊的话，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口，谦卑人听见就要大欢喜。我要诗强，哦罗耶和华，哦罗伊的话，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口，谦卑人听见就要大欢喜。听我的主，愿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至高的上帝。主啊，阮是你的正经儿，阮要拍败伫你的脚下，阮要来阿罗你，因为主啊，你来拯救阮。主啊，当阮阿哥无信你的时阵，阮阿哥伫个犯罪苦难中间的时阵，阮阿哥伫个唔信你的时阵，阮阿哥伫个即个阮真正硬心的时阵，主啊，你就定义要拯救阮。阮感谢阿罗你，阮要敬拜你，因为你是永远的君王。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慈悲，你是怜悯，你是仁爱的天父。主啊，你知阮的软弱，特别是主，阮硬阮的心，行阮家己的路，背逆你。你用你温柔的圣手，你来抱阮，你救阮脱离迄个苦难，脱离迄个危险。主，阮感谢阿罗你，
你听阮，你赏赐予这个大自然，主啊，春夏秋冬，主啊，你予阮有今仔日的气息，阮会当来学乐你，主啊，阮会当活地就是来敬拜学乐你，阮感谢你，愿今仔日阮的敬拜学乐献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来感纳，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4首。我心乐乐只关上帝，我心乐乐只关上。请起立来吟全首。我心乐乐只关上帝，万民怕拜依靠的，社会一定下面满，咱就乐乐来君王，乐乐见红，乐乐见红，乐乐迎万我君王，乐乐我主稳定天堂，喜乐列代困苦人，乐乐我主永远无变，赐予人类大稳定。乐乐我主，乐乐我主，永更无变大步。主必人民敬爱天命，在咱软弱快修备，应以温柔先求破烂，教咱脱出艰苦难。乐乐称赞，乐乐称赞，我了就听到永远。那黑天灰草无声，大风吹来就扫清。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乐乐我主，乐乐我主，乐乐我主大人主，天使世人当心敬拜，条件一面当好塞，日月星星拍败恭敬，饮食乐乐永无停。乐乐称赞，乐乐称赞，乐乐主名到永远。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愿即时自集伫你的面前敬拜你。你的伟大光过诸天，你的奇妙深过海。你使阮生命，你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拢要归伫你的名。我们显明你的荣耀，也感谢你使予阮宝贵的救恩，佮保守阮伫你的恩典中无失落。求你也拄起阮肉体的软弱，求你用宝血洗净阮的罪，求圣神更新阮，互阮单单注目伫你，因为阮的帮助是对你来。赏赐阮的生命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的罪恶的本性。阮常常犯罪离开你，浪费你的恩赐，常常袂记得你的慈爱。你呼召阮认捌你独生囝耶稣基督，互阮离开罪恶黑暗，进入你的听的光明中，
互阮的身心灵勇壮，生命伫灵内面成长。主啊，阮也为着玉山新学院的事工经费来祈祷，特别来为着伊的男生的宿舍紧急搬迁的计划，以及综合大楼强化的工程、师资的培育，含伊逐项的需求，求主你来带领供应。也要为了本主你新的牧区东港的退休会，以后真理的课程、传道部的会议顺利，求主你来专管。只是阮也为了生日助学金来代祷，求主你保守生日助学金的事工合神心意，鼓励这些学生积极参与教会礼拜甲服侍，离学业品格结出好的果子，永成一人。愿阮今早起来敬拜，每一个人得到圣灵的感动，通过上帝话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文第10字就是诗篇40，启文第10字就是诗篇40。我内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门中甲我扛起来。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这声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要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真做成就真济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济，这事甲内面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这声你对我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从。只是要请徐天恩执事来献诗。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3章第9、14节。腓立比书3章第9、14节。最后，兄弟姊妹，恁着靠主来欢喜。我阁讲起以前所写的，对我并无麻烦，对恁却有帮助。着注意迄阵狗，注意遐个做歹的人，注意遐个家己挂伤身躯的人。其实，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咱通过信心敬拜上帝。夸口基督耶稣，无外口外表的礼仪。若讲要外口礼仪，我嘛会。若有人想讲伊会当外口礼仪，我阁较会。我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是以色列人，属便雅悯之族，是纯粹希伯来人。对守律法来讲，我属法利赛派。对热心来讲，我是教会的迫害者；对守律法来正做义的标准来讲，我拢无啥物通嫌。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甲伊看做损失。无论安尼，我真正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人捌我的主基督耶稣最上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事做本色，是要得到基督，完全甲伊结连，无阁有迄款靠家己受律法来得到义。我现在有的义是通过信基督，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我所爱是认捌基督，佮体验伊佮我的大能力。甲伊做伙受苦，经验伊的死，毋茫家己嘛会当对死过活。安尼，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达到目标。我继续直直走，毋茫通过着想。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伊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咧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往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以上，这是咱要请潘辉民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叫做“蒙恩得胜的文化”。蒙恩得胜的文化。平安吼，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来到咱中港、到咱三角敬拜，用我代表学校往咱来请安，真多谢咱过去伫祈祷伫方面拢为玉山西人院有真侪关心，所以虽然我刚伫学校大概8年半到中学期就结束，我嘛真欢喜，有缘受派来替玉山西人院甲咱请安，愿主。上帝甲耶稣基督来的稳定甲平安，甲咱众兄弟姊妹伫咧。我看咱教会的这个网站真好除了讲要建立5款的文化要复兴基督的热火还要去经历丰富的主的恩典，这足水其中有5项的文化。要追求文化对咱的影响出来。这5项就是信徒传福音，领袖的栽培，信徒的栽培，牧养的关怀，是教会的培教培精就是增加倍数。这5项我毋知你知影无？毋知影无？这若甲咱考试
学校拢爱考试吼，啊若问你，我毋知你能答得出来。5项的文化吼，建立5项的文化啊，因为我的背景是社会工作者，我是退休的社会工作者，文化这两字对我来讲是足重要，哦，所以我特别注意这个，所以今日特别加入这个吼，这个词呢，吼，这个语言文化是啥物？要甲咱三个来思考啊，求圣神帮助，互咱对遮来做伙得到造就，咱三个来祈祷。主多谢你恳求你开阮的目睭，特别开阮属灵的目睭，看见你话语的奥妙，通伫阮的日常生活内底，真做阮的帮助。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啊，咱台湾的民谣叫做有夜花，咱拢会晓唱嘛吼。有夜花，有夜花，咱拢会晓吟吼。啊，这首歌呢是咧描写伫早期日本时代时，1934年，吼，迄早期。啊，有一个女子对南部到北部来，啊，伊的生活拄着真侪挑战，啊，所以这个作者伊就用这个来代表有夜花来表示伊个情形。哦，这首歌呢嘛咧，譬如伫当时的背景，哦，百姓受到迄个屈辱，哦，一个委屈，因为迄个无共款的政权吼有压制，哦，啊，这无欢喜，哦，艰苦，所以唱有夜花，有夜花。哦，佮伫美国呢，有一条歌叫做《深水的溪》，啊 ，Deep River， 这真有名。这是美国呢，非洲，非洲来到美国人因伫遐做奴隶，啊，所以因伫工作中间地上，嘛是真艰苦，受了压迫啊，真艰苦。因就用这首诗歌，来表达因的心情。咱若看倒边，这个有夜花的歌词，咱无法度一个讲吼。你看到就是怨叹，啊，我要安怎？啊，前途无色光明啦，啊，无人通看见，这拢是较负面、悲伤吼，假是毋知要安怎啦，无望望。啊，你若看深水的溪，哦，伊讲我的厝伫约旦河迄边叫做迦南地，哦，咱的教会叫做迦南教会嘛，哦，迦南地是一个受主老年甲受主祝福的所在，咱受主祝福吼，感谢上帝。啊，伊讲伫我望望伫跨过，会当过这个约旦河。所以伊的生活充满愿望，咱就看这两首歌啊，会表达的情形无共款。一个改成真艰苦，一个就是充满愿望。啊，这就是因虽然做奴隶，伊愿因的信仰帮助因活咧。啊，文化是啥？啊，一般来讲是无共款的定义，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不用文化用几句，互咱知影讲，大概文化基本的，咱了解就是啥物物件。所以，当咱咧看教会要建立5款的文化的时，这当帮助咱思考。啊，这句话英文叫做 culture， 伊是对拉丁文来，叫做 cultura， 啊，你不要太表演，我无啥会晓读吼。啊，伊主要的意思咧讲，这个土地耕作，啊，甲迄个食物的栽培，就是人爱出力，爱去耕作，做出来物件，这叫做文化。对古早时代，到今嘛，比如咱即嘛赛车啦、汽车啦、脚踏车啦，咱的这个好食面啦，这台湾足有名美食啦，这拢是咱的文化。人讲台湾同好风景就是人，我小可有怀疑啦，不一定吼。这就是这个文化的艺术，简单讲哈。第二个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伊的生活方式顶面呢，伊是一个久长演算。互相分享，咱注意我的红字伊有一个观念，有价值，伊的信仰，伊的财物，也是讲伊的这等等规范，就是规定啦规定是安怎遵守。这呢，伊这几项内底互相会当运作、交配、交往，来往，这个整个的体，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来，第三个，这是较偏我社会学的观点就是伫咱的生活交配中间，不管伫厝也好，伫咱的工作场所嘛好，还是伫整个的社会嘛好，咱共同持守的这个信念，引带咱行为，这个规定也是讲规范啦这个是假使咱啥物都爱遵守这个价值观，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每一个社会拢无共款过来就是伫传达这个信念啦，也是讲价值观啦、规范这个记号，
象征性的，比如讲真侪姊妹吼，拢爱挂一个十字架，表示我是属基督的人。啊，我常常看到姊妹，我咧讲啊，请你甲我分享，这代表什么意思？啊，无挂送的，挂起吼 ，no。You have to understand 吼，你爱知影讲挂这对我的意思是啥，啊，就无挂了无彩，吼，啊，这就是一般的人的看法。圣经的观点看文化无共款，吼，伊讲上帝是整个宇宙的主宰，要显明啥？伊对世所创造的是美好。啊，咱来看周报吼，啊，我内底有经文，我今日要甲跳过吼。咱家己看经文，这个伫第5页遐有话，咱会当看。哦，伫遐有写讲什么物件？啊，我拢用经节，哦来分享咱今日这个哦信息吼。来，过来就是人的犯罪，亚当夏娃的犯罪对了，人甲土地就受咒诅。哦，不过呢，伫创世你看，上帝有缘，互咱有愿望，哦有愿望。哦，人呢做，哦咱做一人类来讲，咱有一个足基本的任务，其中的一项。就是发展文化，咱工作，吼，咱发明，咱创造，互咱的生活较舒适，等等，吼，饮食清闲，咱会去想办法，互咱的生活较方便，搁较舒适。啊，这就是咱的文化，吼，文化足一物件，吼。好，这个世界嘛，足侪互咱通欢喜的代志。这个主要是要显明主创造主伊的美好，还是讲美善。但是这个物件，这个欢喜快乐的代志。那误用有时会互咱破坏，吼，咱的这个物，吼，真做破坏咱，吼，同款吼，亲像啉酒醉吼，吼，啊，食毒品，即马伫台湾足严重吼，讲连个小学生嘛会食毒品，这拢会影响咱，吼，影响咱是负面的吼。来，第5点讲，这个世界呢，吼，也有破坏，吼，互咱我讲吼，第6点，人类的文化拢伫对落。啊，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这个文化定定拢会对立。哦，有足侪议题伫咱今仔日讨论的议题，事实上对圣经来看是违反上帝、违反圣经的原则。哦，但是咱 OK， 哦，社会的这个思想是 OK 的，但是圣经的观点是 no。啊，所以咱都要知影到底是啥吼。来，第7个，耶稣的救赎甲告我看到上帝无比的疼。第8点，咱的基督的合一，帮助咱基督徒中间会当超越这个人伫文化的差别。我过去我是大概有20-30年，我是住伫美国。我的教会呢，有一摆，我拢较早拢有4个族群做伙聚会，咱台湾人，我叫做台美人哈，台湾人的聚会，韩国、西班牙人，啊，甲美国白人所讲的白人。这4个族群，阮做伙礼拜，用4个语言礼拜，真，互你真受感动。伫基督内底，咱就会超越迄个文化的限制。好，来，最后第9点，咱拢有伫天国的身份，这个公民citizenship，公民的身份，咱要甲咱的生命甲基督合一，并且佫有要追求确保属天。新的生命，还是讲更新的活命。咱若看顶头所讲，咱就一个就是上帝创造啊，是一个真足神圣、佮美妙一个文化的作品。对，咱若看这个创世纪1、2章，真正足无简单伊创造这个对第一天天日头、月亮等等这生物，海的鱼啦、天空的飞鸟等等，拢备办好。伫第6天创造亚当、夏娃。统治人类就对吼，互咱通住伫即个环境内底，伊就真水吼。这就像咱的作品，有人爱画图啦吼，多少这个七七树拄则诗歌，嘛足好听，咱嘛足欢喜呢。咱听伊吟诗了，咱就讲哎哟，足好，伊人加唱几点介好，咱就好的关系，敢毋是？吼，就真正因为唱歌足好听，咱的关系就近啊嘛吼。多谢多谢七七树吼。好，这个作品内底，整个咱来看，伫上帝。整个创造本来有5项代志，至少我请咱记哩吼，这个就是上帝讲，还是讲上帝命令。咱看创世纪1、2章，
上帝讲安怎就安怎，上帝命令亚当夏娃讲，迄个分布神恶果的树啊，你袂使食，食你就死，等等叫伊都爱好伫即个爱地方咧，好耕作，固守等等，即命令，伫即项这是要显明上帝的能力甲权柄，即个足重要是上帝讲，还是讲上帝命令？第二项就是上帝的创造内底有次序，英语叫做 order，order 就是有次序。咱的礼拜嘛有次序，等等这共款，上帝创造一天有次，就是伊有特的目标伫遐，伊目标伫遐来，第三，伫伊的创造中间就造成创造者甲受造物还是受造的彼此的关系。就是上帝甲人，上帝甲伊所造遮的环境拢有关系，拢有关系那这个我甲讲是和好的关系，念伊我会解释正确行义的关系。当结婚的时，你甲先生太太、新郎新娘，因应该有正确行义的关系，安那无会出代志。这嘛是夫妇爱去思考。咱的囝子少年朋友，若要跟想清楚，到底我甲对方要建立什么款的关系？这影响咱来束缚伊束缚上帝讲，你就好生团，正该做嘛过来互有责任，你爱统治啦还是讲控制这个大地？英语叫做 rule over，rule 就是统治，就是全这个上帝创造的环境。亚当夏娃用去管理管理这个意思有固守的意思，嘛耕作照顾的意思伫内底，这就是第四项。最后伊有规定，上帝有讲，你唔通做迄个神恶果咧，这个树的果子你袂使食，不可以食啦所以甲上帝的关系就破裂注意伊讲咱的神恶果伫英文的版本是写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知识的树分别善恶，知识的树咱中文无翻出来啦伫这个物件这真重要今日因为这个分别善恶、知识的这个物件，定咱若抓无准，咱就会出代志安尼这5项请记，这个5项内底我甲咱甲所有做伙就是3项物件：关系、责任甲信用。咱看到上帝甲伊所创造的甲亚当夏娃的关系，上帝讲爱做啥爱做啥，这是责任，咱的责任第一就是信用，就是咱的生活方式。这3点的基础就是根据上帝讲，就是上帝话语啦。这是咱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咱生活内底这3项是今仔日的重点，足重要的重点，这我要请咱记咧。咱用这3项关系、责任甲信用，就是讲咱的生活方式甲内容，来看我家己，到底我有下伫上帝讲，就是上帝话语内底无？我的家庭有下伫遮无？基督是我家主，是毋是安尼啊？咱伫教会有团契，甚至整个教会，咱有5项的文化目标，有下伫关系无？有下伫责任无？甚至伫咱的日常的生活内底，有下着上帝所讲的准则无？这就是咱去想的来，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90，我想咱主教讲，保罗伊讲的话，用伊的结论结论是义，就是这个义的重点讲毋是根据伊的以前这外表的仪式，是根据信来得到。这个义是。第一是信基督得到，第二是对上帝稳定，因为信上帝稳定有2项代志，有2项。第一个就是上帝所想事的，伫创世纪内底，上帝所讲美好，英语叫做 good，伫最后第1章30 very good， 咱即摆会讲的赞安尼啦，即摆上帝看说赞，很棒。所以是足好的关系。伫这个原文内底，希伯来文，这个 good very good
几项意思吼，写咱看一个报幕，啊，讲真就水的啦，吼，真好啊，丰富啊，吼，真开朗啦，吼，足好遮个物件。其实拢总你若甲合做伙来看，就是有美好合宜，还是讲美好和谐的关系。伫上帝创造内底，就是美好啊，这叫做义啦，义哈，义英语叫做 righteousness， 哈义，哈这个关系。来，第三，因为信基督耶稣，咱知影耶稣伊救赎咱，吼，伊会告我，即互咱有新的活命，你有相信无？吼，咱讲做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伊救赎，甲伊告我的能力，互我甲上帝，我因为我承认我接受，所以我甲上帝恢复起初即个水个和谐的关系，啊，这是相信，所以两项代志。啊，这个称义哈啊，伫保罗伫腓立比第3章，伊讲毋是靠这个外表的甲礼，毋是讲伊是以色列人，伊是便雅悯派等等身份呐，吼，毋是根据伊的身份，吼，也是讲伊的血统，嘛会当来讲，嘛无根据律法，也是讲伊对较早对教会偌热心，吼，伊拢迫害这基督徒嘛，世界掠人，但是耶稣改变伊，吼，换即马来讲咧，啊，有时你若看到。我的背景，我是传教者吼，我的家庭，我爸爸、哥哥，我足侪亲戚拢无顺，英语叫做doesn't count，无准算啊，这袂当讲我就是好的 ，no， 这只是因为相信两样代志，才准算。吼，有时咧听阮阿公阿嬷说，长了拢无输，无效啦，系拢无效，吼，同款，吼，咱伫咱的信仰内底，咱要宣告啥物是足重要的物件，吼，好。伫即个，因为即两项内底，咱会当看起。伫即个关系内底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义，搁一个就是听。啊，听咱常常会讲，我想咱拢真熟啊，所以我今日要较讲即个义的部分。有时咱听真多，却无下伫上帝义的标准，还是讲上帝所讲义的原则是啥？就是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即个甲上帝和好的关系，会煞到咱甲家己的关系。因为上帝话讲啥，吼，咱就哈，伫咱甲亲人、甲咱厝面人有啥物关？伫咱的同事内底，甚至伫整个的社会、伫教会内底，有啥物和谐的关系无？有时咱伫表面，因为我伫细汉拢伫教会大汉，啊，有时你会听到无共款的声音，甚至看到无共款的物件，无和谐，无下伫上帝的义。哦，但是咱拢有听，哦，但是是毋是有下，咱来去思考啊。来，因为即个义甲听有带来责任，就是要讲吼，关系责任吼，啊，即个带来即个责任，第一个爱做的就是认捌耶稣。啊，保罗讲认捌耶稣做至宝啦吼，同宝贝的物件，就是认捌耶稣。什么叫做认捌？哦，伊有3个阶段。一个叫就是你认捌的知识，吼，一个就是教，伊叫教义吼，意思就是内涵呐，吼，内涵，伊真正的意义是啥物？咱来清楚，吼 ，knowing 吼，英语叫做 know， 就是认捌。第3个就是有智慧，咱来知影安怎来运用，吼，运作这吼，这伫咱的生活拢是真做足实际的物件吼。来认捌耶稣，就是认捌耶稣讲啥，4个福音书，吼，有的圣经有用红字写。你若好啊，甲查，你会发现讲，哎，耶稣讲的真正有官兵，吼，耶稣讲有官兵吼，耶稣所做的事是啥？吼，咱拢会当看吼，嗱伫圣经站吼来看，耶稣伊到世间就是使命，吼，有使命，啊，咱来看吼，来要创啥？咱用耶稣做咱的模样，对伊行。为讲啊，若对着啥物正行，有一句话就是。你想耶稣要安怎做，那是耶稣会安怎做，你若安尼想就 OK 啊啦。哦，但是你讲耶稣要安怎做，要有圣经的根据，哦，毋是牧师讲的准绳喏，哦，是圣经讲准绳，毋是长老讲 OK 喏。圣经的根据是啥？啊，这是咱来去思考的哈。来，第2个就是爱分辨甲选择，这同困难。哦，有时咱分别清楚啦。因为是安怎，咱对上帝话语无清楚，所以咱就亲像亚当夏娃共款，就引诱着我，就骗你啊，这叫做分辨
甲选择，吼，分别甲选择，吼，这伫迄个腓立比书第1章第9节到11节有讲吼，伊叫做财物，吼，啊，得着判断力了，叫做判断力，吼，啊，伫这个英语叫做 insight， 就是洞察力，你看会到内底物件是啥物物件，吼，看会到，这叫做分辨，吼，你会当知影讲，你有这个知识去分辨讲，哎是啥，啊，咱台湾话讲，喙若开呢，然后前啊看现啊，你都有这个物件，吼，另外咱来实验讲啊，爸爸妈妈啥，啊，你就知影要创啥，吼，听讲大学生若去讲南部啦、来北部，讲啊，就写批啊，就写这个 text 吼，啊，爸爸我需要，啊，免讲你人拢知影，需要，我干的就吼，啊，你就需要这样支持，哦，就是喙开开，啊，人就知影讲你的心，这就是迄个财物，吼，财物来选择，吼，选择嘛共款吼 ，discern 啊，吼，因个你爱分别，吼，这个物件吼，通啊有以后你来看下底有好的德行。哦，通啊荣耀学到上帝，所以咱的分别甲选择足重要。哦，来，伫你若讲到文化，吼，讲到分辨，这足重要的一项，就是你也知影有2个概念，吼，甲咱分享。这嘛是伫教会内底，当咱咧追求，吼，要努力往这个目标跑走的时，咱来去思考，吼，第一个叫做评判性的思考。英语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啊，一般伫咱台湾讲叫做批判性的思考。我个人较无同意这个翻译吼。互你若无好好的解说批判，这2字的意思真误吼，带人唔对的方向。就是批评，就是甲你讲你拢歹啦，这个无啥来讲。其实这唔是原来的意思，意思是你爱评估，谨慎，真理性。真合理、冷静去分析，讲这个情形、这个事物到底伊的优点是啥物物件，伊的弱点是啥物物件，你要有根据。吼，那对咱来讲，就是根据圣经安怎讲，吼，伊到底有啥物优点，有啥物弱点，吼，对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当咧帮助一个人的时，当咱伫团契咧帮助人嘛是共款，毋若像这2项，毋是优点，是弱点，毋是缺点。啊，分得清楚吼，缺点是你无啦，弱点是你有，不过较弱安尼俩，吼，所以分得清楚不共款吼，所以是优点甲弱点，然后你要知影，咱要帮助这个人跳出这个苦境，还是讲艰苦，伊的机会是啥物？有啥物款的机会当跳出来？有啥物威胁会影响伊，会袂当进步？啊，这叫做4项吼，叫做 SWOT， 啊 ，SWOT 的 strength，W weakness。All the opportunity, T threat， 所以是优点、弱点、机会啊，甲威胁啦，威胁嘛咱讲吼，这好对去想啊，这是评判性的思考，你要去定下思考咱家己，我家己是毋是安尼3项关系、责任甲信用，好好思考哈。来，第2个概念爱有就叫做文化的素养，啊，文化的素养有几项咱来知影。就是有第一个爱有知识，咱财物，财物啊，觉察，你要咱叫做 gut feeling， 就是第6感迄款型，你看你就知影，喂，喙若开呢，你就看，你就知影吼。过来就要有敏感性，还是文化的能力，等等。敏感性你真敏感，你马上就知影。伊这样教育无共款，有啥物特色，教育无共款，你足敏感，足敏感。文化能力就是你伫经济3项内底，你甲加起来，就是你文化，你会当去处理面对无共款的文化，这是能力这能力。来，我用保罗的例来看文化的素养对保罗来讲，咱会当详细看《使徒行传》17章，保罗去到雅典的时，伊看到雅典，哇，大家啥物拢拜，啥物神拢拜，连咧毋捌的神嘛拜，这是。保罗看到，伊知影有这个知识啊，伊嘛觉察到啊，有感觉到啊，伊嘛真敏感啊。其实伊对无共款的文化，嘛拢了解啊，伊会当处理，所以开始伫对雅典的人宣讲福音，讲主耶稣的救赎。还有人真趣味讲，你是咧讲啥？因为当时的人就爱讲这个铁盒，
因为就是食饱营养，就是讲贴合，安尼吼。来，有主要当时有两个主要的思想，一个叫做伊比鸠鲁伊比鸠鲁是合派，因就是讲人的身躯呢，就是两项啦，一个肉体，一个叫做灵魂，灵魂较重要，肉体呢也无路用，定定拢唔好，所以你顾在你啦然后我教嘢拢顾在你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咱即嘛嘛有这叫做享乐主义，另外一派叫做 Stoic， 伊的观念就是讲，我都会叫做禁欲主义禁欲这拢袂使做，迄嘛袂使做，守律法就对足侪规定这是两个极端所以保罗甲伊讲，毋是因信称义，这是保罗要强调来，保罗伊一项就是知识加上觉察加上敏感性，伊就有文化的能力，这四项拢加起来叫做文化的素养，这个观念咱来有所以当咱去看因为教会咱会当用这四项来看咱家己到底我有文化的素养，基督教文化的素养，咱是毋是有求上帝帮助咱。来，第二项这个责任出来就是叫做这是管理，管理也是讲固守，这是伫创世纪上帝叫亚当夏娃爱控制，也是讲管理伊所教的，爱管理伊所有的动物。伫第2章15节讲爱固守这个爱殿堂，固守。来，第2项叫做爱提防华语叫做警醒，也是讲提防，这个叫提防好，当时的背景有人强调犹太主义，就亲像保罗讲的，毋是这外表的仪式，毋是你有受割礼，还是你是啥物种族，是以色列百姓啥物族，迄拢无重要，迄毋是有真侪物件，遐个决定拢毋是重要，主要就是信较重要。所以咧，提防这无共款的学说，其实咱嘛足侪学说伫咱的四周围，最红流行的叫做后现代主义。所以咱也袂晓分辨后现代主义是啥，咱真容易就互拖咧走。后现代主义伊有伊的优点，嘛有伊的弱点，有伊的机会，嘛有伊的威胁，咱也会晓分辨，才会帮助教会，无咱真紧行入去毋对的所在还是讲行入迄个错的路。来，第3就是爱警醒，这是记载伫腓立比这是启示录启示录第2章甲第3章，咱若好好去看，咱就知影伫这个圣神对这个7个教会讲，咱来看有7个教会以弗所别加摩推拉撒狄老底加罗底加教会，腓拉铁菲Philadelphia 搁一个苏米纳，这7间教会内底有5间教会拢有甲警醒有关的，还是讲责备。敢若2间教会红2字，叫做甲鼓励，甲学了，讲真好，继续。但是5间教会，处理有甲因警察。虽然这是足早以前发生的，伫今仔日的教会依然拄着同款的挑战。咱要好好思想有时咱起初的听心失去，亲像有所，也是讲罗底加的教会无灵无烧。撒狄的教会，人讲家己改好自我感觉良好，我袂歹呢。其实呢，毋是，其实毋是就是叫做虚拟世界就是即马这少年人足搞virtual 就是假啦咱家己想伫电脑里咱去算那真的共款就对啦，虚假虚假来，这是7个教会，互咱的警察，咱嘛爱固守。这就是伫咱的责任内底，咱伫咱的家庭内底嘛是共款。我的个人伫我平常的生活内底，嘛爱注意这物件，到底啥物是下上帝什么？来，第3爱结果子，还是讲有好的行为？充满靠耶稣基督者有的好德行，这是咱汉字本写的中文写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来应跟学了上帝。这个好德行。伫这个雅各书内底有讲我有经在伫遮
啊，用我目睭无介好吼，所以看袂清楚吼。啊，请人看，吼，请人看，有真侪物件好的品性，内底亲像温和啦，吼，和平啦，吼，纯洁啦，慈悲啊，结合果子无偏私，吼，还是讲无虚假，吼，这样讲较紧啦，吼。人叫做白色的谎言，吼，会教会嘛有呢。为着要互你好听，互你好感觉好，讲你爱听的话，吼，足多吼。比如有时种真侪咱的经常啊，结好的果子，这是做一个基督徒，因为义甲听的关系，互咱的责任就是安尼吼。来，第三个吼，就是修正，吼，这个结果子内底有一个修正，吼，耶稣伫约翰15章吼，伊讲，甲我连结的，甲我结的，若无结果子，耶稣就剪掉，是剪掉，甲耶稣有关系呢。但是要结果子，就是无好的德行，也是品德，伊就剪掉。哦，甲耶稣连结，但是有结果子的，伊就修正。剪掉甲修正是无共款吼，是无共款。一个是有结果子，就是无结果子。吼，啊，我的厝内伫美国真侪厝拢有即个院吼，前院甲后院。啊，我伫后院我有种，伫我的厝我有种葡萄。台湾的葡萄，吼，台湾的葡萄，少年嘛吼，啊，种台湾葡萄，所以我若放假转去，啊，我嘛爱剪吼，爱修剪，因为一直拖嘛吼，我就爱剪。暑假转来，啊，我嘛爱修剪，吼，伊就会生更较济。真可惜咧，我若转去，暑假转去，就拢互鸟啊食了了，吼，啊嘛好啦吼，这嘛上帝照顾的，啊，我嘛感谢，互因这鸟会通食，吼，来，吼，咱第一咱看伫希伯来书，吼，伊讲。这嘛是吼修正，换一句话讲叫做管教，吼管教吼，吼管教。咱受管，咱咧受管教，拢无爱嘛。当牧师啊、教会牧师顶落甲咱讲，无美人啊，吼安怎安怎，咱拢无啥爽快。吼，但是咱经过这个引出了后，咱就会无共款，咱就得到和平的果子。吼，伊讲行做正直，正直其实无共款的版本叫做义啦。吼，咱来看英文吼。迄个管教叫做 discipline， 哈，管教，啊，基督徒叫做 disciple， 门徒啊，啊，门徒叫做 disciple， 门徒就是接受圣经管教，还是讲耶稣管教的人啊，接受，啊，叫做 disciple， 啊，来，这个 discipline 就是这个管教，会互咱成做义的人，啊，会带来义甲和平，啊，这吼。来，最后是迄个奖赏，吼奖赏，属天的新生命吼。咱得到奖赏是啥？一个是目标直直走，吼，要得到上帝调我吼，还是调咱大家，要做伙得到新的生命，吼，这个奖赏吼。来，我有用无共款，这个目标直直走，要得到赏，这是咧表示咱的心态。还是讲表示咱的心智，吼，咱毋是干那礼拜日啊，吼来教会尔吼，甲主有关系亲近吼，啊，这中文讲我做礼拜吼，啊，人我要来做礼拜，啊，有华语讲做坐礼拜吼，坐着嘛吼，吼坐礼拜，啊，其实这个人思考，到底我的心态是啥？这介重要吼，来顶吼。会当顶面来的这个画面，就是新的生命。吼，讲基督甲基督合一吼，咱就有新的生命。亲像吼，罗马书啊，像亲像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有叫做心意更新的生命，咱会当做活者献互主。吼，这就是咱伫教会服侍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是活我的者。什么叫做者？就是牺牲啊、赎回，所以咱甲主的关系吼。来，第三个。就是吼，要去调我，要去领受的。吼，咱来看经文，咱就知影是调是要称咱做义的人，就是甲上帝有好好关系的人。吼，要分享上帝荣耀。吼，这三项吼。来，伫启示录第32章3章，咱会当看，伊有2句话拢出现伫这7个教会。第一个就是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对遮个教会讲的话，每一间教会拢有。
圣神对每一间教会讲的话，这真重要哈。咱的教会领受圣神所讲的话是啥物物件，咱来去思考，这叫做评判性的思考。好，第二句一定会就是得胜的人，这句话拢伫7个教会出现，也是讲迄个得胜的人要安怎有结果嘛，有结果。古历第7节到26节，第7节讲，要互伊食活命树的果子。咱知影活命树伫创世纪的时是袂当食的，上帝用火甲烤起来，因为犯罪嘛，食到这个分别善恶了，惊讲因若食了永远犯罪，所以就袂使。但是伫这个物件，上帝要互咱通食伊活命树的果子，就是咱有永恒性，有永恒性。来26节讲要靠官兵来治理万国，这那亲像上帝大使同款，亲像上帝大使。第2项是耶稣基督再临来，佮再临的时想事奖像奖赏咱若看马太福音就有义的奖赏，甲不义的审判。你经节直接我就无讲这个义的奖赏就是永远的活命，永远的活命。不义的审判就是永远的刑罚。伫这个提摩太后书第4章，甚至讲有这个公义的回关，要互咱，伫迄日啦其实伫华语的圣经是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是耶稣佮再临的时。你有相信这个物件无？你确信嘛？有时咱会讲以后的代志跟教我无关的有。咱爱知影耶稣佮再来时，咱有迄个奖赏。这嘛是上帝调咱要所爱，这是咱要，这是咱会当去想好，今日这个题目叫做蒙恩得胜的文化。我来看就是这个义甲听的目标。文化，咱知影文化足快目标来跑走，直直走，这是咱要走。伫约翰14章的15节到17节，耶稣讲：你若听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伊要祈求上帝想使一个为助者，这就是圣神啦就是真理的灵，就是圣神来帮助咱，因为伊甲咱同在。圣神的引带，圣神的引带，伫约翰14章同款第6节、第7节，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通过我，无人会到爸遐去。你若捌我，捌耶稣，就会捌天父同款。对打以后，恁捌伊，因为恁已经有看见。有看见耶稣，有认捌耶稣，就是认捌上帝。我要请咱来读一摆好无？这个经节足重要，这甲咱的关系、责任、信仰有足大的关系伫遮咱做请好无来请？耶稣讲，甲因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通过我，无人会当去爸遐。恁若捌我。嘛会捌我的爸，对打以后，恁捌伊，因为恁已经有看见伊。知影即个捌我，头前已经有说明，就是有3个赞处：知识、甲内涵，就是意义是啥物物件，甲智慧。咱伫无共款的情形，咱会晓运用，经过咱的思考，咱来辨明以后，咱会当伫无共款的情形去行出来、生活出来，这就是。最后一点就是爱看伊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咱中文就是用这个顿号，其实伊是3个连做伙。英文叫做 I am the way and 是 and 是甲袂当分开the truth and the life， 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这3项，咱会当去看咱的关系、责任甲咱的信仰。咱若甲这3个拢甲连做伙，咱就通看道路就是咱一生的目标甲方向。道路嘛，是咱生活
不管是个人、家庭、团体、教会，咱的道路是啥物物件？是咱的方向甲目标是啥物？真理就是价值甲意义。当咱咧行时，咱的价值甲意义。当我做这个代志时，伊的价值甲意义伫对一搭，咱来清楚分辨了清楚，无就是无意义。是毋是甲上帝有关系？是甲上帝听有关系？咱来分辨了清楚。活命就是毋若讲咱的灵命，包括咱日常生活、生活方式的方式甲内容。咱袂当讲礼拜日伫遮过神圣的生活，礼拜煞处理了，过另外一款的生活，这就无符合，这无符合。求上帝帮助咱。耶稣讲，伊就是道路、真理、活命。伫咱的生活内底有三项代志：关系、责任、甲信仰。求主帮助咱，求圣神帮助咱，会当定用这三项来思考，到底我甲上帝是毋是有基的关系？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神继续来引导阮，阮对追求教会的文化目标的事，求圣神来帮助阮，阮会当分辨什么是下伫上帝你的心意，什么是无下伫你上帝的心意。毋是用外表这个仪式，是用阮内心的信心相信，表示阮信任佮愿意来遵守。多谢，多谢主，你今仔日的经文的教示。求圣神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拢得到造就。感谢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请起立来吟上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用保护，使我清气。那我爱保佑每日我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每日我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虔诚来顺服，心内安宁，天堂的好气若伫目前，天使也降落甲我往来，保佑主耶稣慈悲仁爱。那我爱保佑每日我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每日我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专心来欢呼，凡事平安，心靠我求主福气无限，敬声来听候光望出来，惦伫主耶稣满心仁爱。那我爱保佑每日我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每日我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
无停，我的水顿来叮当，我团何因来请起救立。我的经纶献乎你，永存龙潭你之意。我的在情你受伤，但愿向你做祈求。通学老慈悲满满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用感谢来入你的门，我嘛要用学老入你的院，我嘛要用嘴唇世界保养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是阮永远的倚靠，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有平安的日子，你的同在，互阮有满心的喜乐。当阮肉体病痛的时阵，你赐阮勇行。阮身心软弱的时阵，你赐阮气力；地上的烦恼，你甲阮安慰；人生的风暴，你甲阮拨开。你互阮一生一世安然徛起伫你的羊巢内。爸啊，感谢！爸啊，感谢搁感谢！愿阮即群受恩的儿女，生命因为你来改变。阮的心内也刻慕你的真理。生活中有你的教示，诚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阮毋但听道理，嘛会行道理，活出永生益人的生命。这是阮诚心奉献主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能，诚做圣工的路用。愿主欢喜甘乐。阮安尼祈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坐。未报告以前，咱首先来介绍新的朋友。今仔无吼。咱来欢迎对泰国回来的黄玉胜长老、黄禄胜长老。本会消息报告，本主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咱有潘辉民老师前来正道，请按个报告，请兄弟关心大道奉献，感谢潘老师的勉励。第二项消息，教会电梯的更新，预计伫个5月29号，8日起到6月底，安装的迄个进度吼，看即个情形，即段中间呢，电梯是无法度使用，对5月29到6月底。第三项，小会的报告，7月初2举行今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要洗礼的26月18，游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第四项报告，中执会下主日5月28下晡7点，伫4空的教室召开第410次的中执会，请各单位伫5月26提出报告的资料 PPT， 若无法度参加，由牧师来请假。第五，宗拜部的第4项有一个补充报告，4月初起的聚会时间地点有变动。咱来看，咱来就过第6页，因为电梯的更新的日期有确定伫5月29较开始，所以咱5月28的礼拜地点维持伫49号的礼拜堂，6月初是较移动伫33号的新堂，请各位会友来注意，感谢各位。第8项的总务部的报告的第4小项吼。本会有定伫7月第1周恢复主日中午的爱餐，咱采用外送的方式吼，先是做善书组吼，
毋茫招募服侍，同工36人轮流服侍，会当服侍理事亲执事，也是你年名干事来登记报名。财务部的消息第3项，111年纸本的奉献证明已经分发的名牌盒有问题请请年名干事吼。第13项人民更新的报告的第2项，5月24日拜3有基督见证会是第2区吼报告以上具体的消息请咱大家看。咱来先开咱来读金句咱用台语来读2解。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要阮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活命。上章3，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要阮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活命。主3章14节，请咱做伙来吟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愿，请起立。阿罗天父万福本愿，宽仁极大仁爱交转。阿耶稣上我罪犯，罪我中保将你万宽。阿罗信心感化罪人。受所领你温回之心，阿罗圣悲心加信心，三位一体之心之志。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三通，甲恁三甲地地，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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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